各位好，歡迎嚟葉謝鄧嘅分享環節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話題，就係講遺囑，俗稱嘅平安紙。好多人會覺得我好地地做咩要講身後事，又或者覺得我都無幾千萬身家。其實呢個觀念係好大嘅誤解。喺我哋處理咁多遺產承辦嘅個案裏面，往往見到最令屋企人頭痛，甚至搞到家變嘅，正正就係因為生前冇做好一張簡單嘅平安紙。立平安紙係一份對屋企人嘅責任感，係一份平安嘅保障。今日我會用10分鐘時間深入淺出同大家講下喺香港立遺囑其實有咩實際用途，同埋分享幾個我哋常見嘅香港真實案例。首先，大家要知一樣嘢，如果你走嗰陣無立遺囑，你嘅資產會點處理呢？如果你無平安紙，你嘅遺產就會根據香港法例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去分配。簡單講，就係由政府幫你決定分俾邊個，而唔係你自己話事。好多人以為我死咗，咁啲錢梗係全部俾晒我老婆或者老公啦。錯啦，呢個係最大嘅誤區。根據法例，如果你有配偶又有仔女，你嘅配偶並唔係獨得全部遺產，佢只係先拎走一筆定額款項，目前係50萬港幣，剩低嘅餘額係要同你啲仔女對份嘅。試想像下，如果你成副身家最值錢就係層樓，而層樓又未供完，若果因為無遺囑搞到層樓業權分散咗，老婆一半，仔女一半。如果仔女未成年都還好，如果仔女大咗，甚至同另外一半關係唔好，想逼個阿媽賣樓分身家，咁樣咪好大件事。所以立遺囑第一個大前提，避免由法律條文去硬性分配你嘅資產，造成家庭糾紛。咁立平安紙具體有咩好處呢？我哋歸納做幾個最實際嘅用途。第一，你想俾邊個就俾邊個。香港家庭結構越來越複雜，立平安紙可以確保你嘅心意被執行。特定資產分配，你可能想將隻家傳嘅玉軸俾大女，將隻勞力士錶俾細仔。如果無遺囑，呢啲嘢全部都要估價，然後平分，分唔勻隨時要變賣，咁就失去咗紀念價值，照顧非親屬關係。呢點好重要。如果你有無註冊嘅同居伴侶，甚至係好親嘅朋友，盡心盡力嘅工人姐姐，喺無遺囑嘅情況下，佢哋係一毫子都分唔到㗎。你想保障佢哋，唯一方法就係寫明落平安紙度。慈善用途，有啲老人家想捐少少錢去教會或者慈善機構，都要靠遺囑寫明，可以決定唔俾邊個。講得現實啲，有啲仔女可能好孝順，有啲可能已經移民10幾年冇返過嚟探你，甚至關係好差。如果你無遺囑，法律係一視同仁，大家平分，你會唔會覺得對個孝順嘅仔女唔公平？喺平安紙裏面，你可以按自己意願分配比例，例如孝順嘅分80%，少見嘅分20%，甚至唔分都得。除咗分錢，平安紙仲有2個超級重要嘅功能，好多人忽略咗。功能一，欽點執行人 （executor）。當一個人走咗，邊個負責去銀行攞錢？邊個負責賣樓？邊個負責找卡數？呢個人就係執行人。如果你有立平安紙，你可以指定一個你最信得過嘅人，例如你太太辦事能力強嘅仔女做執行人。如果你無立平安紙，咁就要由親屬去申請做遺產管理人。好多時爭拗就係喺度發生，大哥又想管錢，二妹又唔放心大哥，結果大家爭住做或者推嚟推去，搞到去法庭打官司，啲錢未分到手，已經俾律師費燒晒。功能二，委任監護人，針對年輕父母。如果你有小朋友未滿18歲，萬一，我係講萬一不幸一齊出事，例如交通意外，邊個照顧你哋嘅小朋友？如果你無喺遺囑指定監護人，最後可能要由社署介入，或者由法庭判決。你可唔可能接受你個小朋友交俾一個你唔中意嘅親戚照顧？所以立平安紙嘅重點唔係分身家，而係託孤，寫明萬一我有事，
請將小朋友交俾邊個姨姨照顧，咁樣先係最負責任嘅做法。講咗咁多理論，我同大家分享幾個我哋業謝鄧常見嘅香港地道案例，大家可能會更有共鳴。案例一，我哋成日遇到嘅棘手難題，就係點樣證明你係你爸爸個仔女？大家可能會笑，有冇搞錯啊？我叫佢做老豆，叫咗幾十年，全村人都知啦，使乜證明？法庭係講文件嘅。如果是無遺囑嘅情況，你想申請做遺產管理人或者分遺產，你必須要呈交證據證明你同死者嘅關係。最有力嘅證據就係出世紙。現實難題，好多年紀大少少嘅朋友，如果你手上無出世紙，去到遺產承辦處，職員係唔會俾你過關嘅。上一代或者你本人係內地出世，幾十年前嚟香港，你根本冇香港出世紙，大陸張紙亦都冇咗，呢個時候就麻煩啦。如果上一代嘅長輩都走晒，冇人同你做證，或者大陸個檔案散失咗，你要證明我係我阿爸個仔係極之困難。案例二，現代愛情故事，同居不分，張小姐同男朋友同居咗20年，感情好好，但無註冊結婚，男朋友突然過身，無立遺囑，結果男朋友嘅遺產全部歸佢尚在生嘅父母同兄弟姊妹。張小姐雖然同佢生活咗20年，但法律上係外人，最終佢被男朋友嘅屋企人趕出外巢，一分錢都拎唔到。如果男朋友寫咗平安紙，簡單一句將物業留俾張小姐，個結局就會完全唔同。案例三，再婚家庭，李生離婚後再婚，同現任太太有個細女，但同前妻亦有個大仔。佢想保障現任太同細女多啲，因為大仔已經出嚟做嘢。但如果無遺囑，大仔同細女係有同等繼承權，透過平安紙可以設立一個信託或者具體分配條款，確保現任太太有留住，同時留一筆特定現金俾大仔。大家清清楚楚，唔使爭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立平安紙唔係有錢人嘅專利，而係每一個愛錫屋企人嘅香港人應該做嘅事。好多人怕麻煩，以為又要揾律師又要好貴，其實喺我哋業謝鄧立一張標準嘅平安紙，手續非常快，價錢亦都好大眾化，絕對係大家負擔得起嘅。一張紙可以慳返屋企人將來幾十萬嘅爭產律師費，可以避免兄弟反目，可以保障你最愛嘅人，呢個回報率係最高嘅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疑問，或者想為自己同家人做多一份保障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業謝鄧，未雨綢繆先係真正嘅智慧。多謝大家收聽。揾律師，揾業謝鄧。